大家好，今日分享番茄洋蔥咖喱雞。材料有1/4隻雞、2隻番茄、半個洋蔥、幾條蔥仔、2粒蒜頭、紅辣椒1條、咖喱醬、黃薑粉。先將番茄切開佢，個頭唔要切走，每邊切開1開2或者1開3。洋蔥先界花刀，跟住再切粒，將蔥全部切粒，蒜頭全部切片，紅辣椒切粒，1羹黃薑粉，1羹咖喱醬。雞斬件後就可以預備去醃，先落鹽，再落酒，撈勻佢，然後等佢醃30分鐘就可以㗎喇。而家可以煮啦，先落油落去，然後就開火。油熱之後，先預備煮雞，等佢先煎一陣。煎咗一陣之後，就可以反轉另一面再煎。而家等佢慢慢煎，煎得差唔多先拔起佢，陣間先回鑊用嘅。先落洋蔥，炒下佢先，炒到金黃色之後就可以落蒜頭，再將蒜頭啲香味炒出嚟，跟住再落紅辣椒，再將辣椒啲香味炒出嚟，跟住落黃薑粉，都係一樣啦，炒香啲黃薑粉先，再落咖喱醬，呢個時候可以加少少油落去炒咖喱醬，炒香咗啲咖喱醬之後呢，就可以落番茄落去啦。而家開始要慢慢炒，將啲番茄炒腍身，差唔多嘅時候就可以將啲雞回鑊啦。炒下佢，等啲配料同隻雞混合埋一齊。
炒得差唔多，呢個時候就可以加水。等佢煮一陣先，間唔中要喐下佢，炒下佢，由佢繼續煮5分鐘左右。5分鐘之後，你再炒下佢，喐下佢，等裡面啲水分再收乾少少。呢個時候可以開始試味。咖喱醬可能會太鹹，如果你試到佢淡嘅，可以加鹽。如果個味道啱啱好嘅，就唔需要加任何嘢，由佢煮2分鐘就可以㗎喇。呢個時候準備啲生粉水打芡，沿住鍋邊慢慢落去。喐下佢，炒下佢，等啲汁開始慢慢變結身，等佢再煮多一陣，將啲汁再收結身啲。煮咗一陣之後，你會睇到啲醬汁已經好結身㗎喇，基本上已經煮得差唔多㗎喇。最後落埋啲蔥花落去，已經煮好啦，熄火。